我来练先，我来拍喙鼓。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我是小嘉。咱今仔日要来讲的这个主题呢，是这个戏剧。伊分做3个部分。头先咱先来讲华语的戏剧，过来呢，咱会来讲台语的戏剧，落尾咱会来讲网剧。好，安尼华语的部分，我会记得以前啊，拢真流行看什么偶像剧哦。对。我想讲你应该看较济吼。你有看过倒一出华语的戏剧，互你印象有较深的无？哦，这真济啊喏！迄阵啊，捌看过《流星花园》，迄阵啊做唱诶。过来麻辣鲜师、王子变青蛙、西街少年，过来紫禁之巅、斗鱼、MVP 情人、海豚湾恋人、花样少年少女，个恶作剧恶作剧之吻转角遇到爱、艾莎17、海派甜心、微笑 Pasta、终极一班新兵日记个亲爱的我爱上别人了犀利人妻。你看这济呢？你看过多几出啊？你拄则讲诶一寡肉粽诶戏剧，我敢若看过王子变青蛙、艾莎17、新兵日记，其他诶是知影啦，毋过就可能看一集两集就无搁继续看啊。因为你一开始就是真心色，因为拢是迄款偶像明星在演诶你会去看。毋过看久来，你就感觉讲这剧情哪有一点仔幼稚，你知无？嘿。演诶物件，咧讲诶情情爱爱诶物件，拢差不多。较后来就无啥在看啊。对，我诶迄个印象伫迄个西街少年迄出啦。迄阵5566即个团体做唱诶嘛。因诶即个伫演艺界，因诶领域做济。包括唱歌啦，演戏啦，等者。毋过你看咱即个年岁若个登去看《西街少年》这款的偶像剧啊，看了家己会爱笑。对啊。还有你会感觉讲做家叫的呢？对啊，以前会介意看即款物件迄阵演员因咧搬戏互人的感觉就是足清楚的。当然，因即摆来拍戏，伫咧演技的部分会进步会成长。毋过你来看因打出来拍戏的迄个录影带迄影片内我家己是会感觉看袂落啦。好，安尼咱华语就先到遮好啊。迄款互人看来起价不赔就先甲跳过啊。咱来讲台语剧好啊。台语剧。以前毋是上时行诶台湾假日风。迄个台词你敢也会记哩？什么汽油玩欢仔火，个啥鸡卵糕？我无法度模仿呢，你敢有法度？老本创对啊。对。我咧模仿一个好。你若是甲我武力讲起来，我就送你一桶汽油，一支番仔火，我另外搁加送你一粒鸡卵糕哈。无够歹，袂使。无够歹哦。我只咧模仿这段，家己会笑出来。不是以前在看的时候，我感觉足厉害足够安尼。毋过即摆家念一解才，我感觉嘛有一点仔怂呢。怂应该讲真有咱台湾这个 local 的这个气口啦。毋过 local 的气口袂讲一只汽油，一只番仔火，搁鸡卵糕呢？迄就较无共啊。迄就伊迄个角色都爱搬即种较杀的较有杀气的这款，这边来讲。气口。兄弟的气口。对。伊的角色拄好就搬着迄嘛。对，这咱无法度模仿啊，这较困难啊，无经验。这我那做唱的呢这当阵对。街头巷尾啦大家拢会晓讲即句台词了。对，我敢若会记你这台词，内底咧搬啥拢袂记啊。
因为即句台词吼，互人诶印象太深咧。OK，好。后期我是捌看过《夜市人生》。Michael，伊爱做迄个飞出去迄个型无？因为迄时候车弄着诶时阵飞出去，迄个老爸对面喊 Michael 安尼。对。后壁才来吼，做一寡网友啊，甲伊做一寡迄个梗图，迄个影片有无？我知我看过，是毋是迄倒定理感迄个画面？对，迄个影片诶主角是迄个李红嘛吼。就即生气安尼，甲迄个感觉电甲出汁安尼。这我嘛会晓。若时啊，迄感觉若有够软，我嘛会使安尼做。电甲出汁。对，即种趣味，嘿啊！我家己就捌看过，因为迄阵啊吼，我拄好幼稚园甲国校啊会即骹搭啦吼，迄当阵我会年会伫遮，也捌看过正义啦吼。即摆讲诶是即个8点档诶即个剧名啦吼。个伫正当中吼，意难忘罗马教授，亲情莫计较。你讲诶即几出拢足有名诶呢？尤其亲情莫计较，迄阵啊，伊放送诶迄个时间是暗时7点半到8点半点钟诶时间，大家可能拄好一饭煞来看即出足趣味诶啦，即出戏嘛演足久诶一段时间咯，几啊年诶款。而且伊即出戏内底台语诶开口拢真顺诶。就是讲无亲像现出时诶台语剧，有一寡台语讲到有淡仔硬摇，吼。较无遐练长，对，较无遐开口，对。毋过吼，咱若会看较早只诶8点档，还是讲即台语诶戏剧啊，确实会当互咱学着真侪台语。除了讲亲情莫计较，这是一出。我家己是伫看罗马教授，甲意难忘，即两出连续剧，我做推荐互大家去看。顺煞学台语安尼。对，因迄个戏剧设定诶背景诶，即个时间是超伫个1960年代迄卡搭，所以迄个年稿来讲，迄个台语拢足水开诶人。伫咱现代较汉年听到诶一寡台语诶开口安尼。对，因为这以前诶电视剧我嘛伫咧网络顶有看过啦。我是感觉真正有较好看。你若是讲单纯要听伊诶台语，我是较推荐去看以前诶。对。因为迄较亲像是伫咧讲台语，你知无？毋是咧背台词，就是伊迄讲起来较自然啦。对。较生活化。嘿，因为即马我毋知影是毋是愈活现代，迄新诶事愈济，所以变做你要翻做台语诶时阵，敢若会当为华语直接翻做台语，规个甲连起来，讲起来就无迄个台语气，你知无？对，因为咱台语诶，咱讲文法甲华语诶迄个文法是无啥相共诶啦。包括讲英语嘛，英语诶文法嘛。若演员直接看华语诶台词，伊直接甲翻做台语。有时咱讲真正，你安尼甲翻起来，甲念出来，迄个开口都无去啊。当然咱毋是专业诶啦，咱无法度去讲啥。不过就是咱家己咧看戏诶人，会感觉讲，即个台语咧讲即阵诶演员甲较早比起来，听起来都无遐流利。对，而且佫有一点，就是讲即摆诶台语剧有真侪演员，就是讲伊伫咧念迄个台词诶时阵，若准讲伊毋知影台语要安怎讲，还是讲要安怎表达，伊就直接讲华语啊。所以我感觉对即摆诶台语剧有真侪，甲以前比起来以前诶戏剧内底，若是台语剧是一句华语拢无，即摆是不离啊侪呢。对。这就表示啥？表示可能咱台语退步啊嘛。佫有一点就是可能遐个演员，就是讲伊甲台语当做是做事的一个工具，毋是生活上伫咧用的物件。对，毋是生活咧讲的话语啦。对。所以有时演员伊的台语讲起来伊的台词甲背起来，
咱讲台语诶人，咱听台语诶人，对，听较无遐认同。啊，毋过吼，咱讲实在，这是会当进步诶啦。啊，要安怎进步？啊，就咱普通时啊，都爱有咧讲嘛。对啊。讲啊，讲落咱就会进步。是。啊，咱拄则讲诶吼，遐个剧啊，差不多拢10年以上啊。啊，你即马敢有伫看啥物8点档，还是啥物台语剧？最近有咧看诶吼，就是《追婚成功》。哦，这我嘛有看过几集，阁袂歹。对，即出是袂歹看，因为我家己较爱看有故事性诶戏剧啦。就是编剧伊写规篇诶故事，啊，演员去演出来安尼。伊诶剧情嘛袂讲伤含，啥物会飞天诶正地迄款诶。迄款我较袂爱看，迄款我较袂爱看。对。嘛无汽油，嘛无烦恼火啊。咱讲一下即摆诶即个 NCC 吼，敢若管作严诶呢。伊就是袂使有一寡小台小派啦，吼，袂使有举枪诶啦，吼。啊，毋过也是有呢。毋过较早比起来吼，是差真济。哦，所以以前是举机关枪诶，啊，即摆是举射击诶。嘛毋是讲举机关枪，就是较早咧搬吼，互人感觉起来较真。啊，即摆咧演起来就感觉较假。啊，有听讲就是 NCC 吼会管嘛，你若迄个伤过目的诶啊吼，会叫罚钱。啊，所以即摆电视台吼，拢毋敢拍迄款吼，伤过粗残诶啦吼，啊会流血流滴诶迄款诶，较袂去拍这，因为去惊叫人讲教歹囡仔大细啦。啊，毋过我感觉我咧看这个戏剧，我较爱看兄弟片啊，迄看起来较有感觉。因咧讲诶一寡社会即个台语诶开口吼，嘛真适拍。爱看爱听无紧啊，莫去做兄弟就好啊。对啦，咱是看戏诶，都毋是咧做戏诶啊。好，安尼咱换后一个话题较轻松诶，放假。对，啊若放假吼，即个词我已经听真久啊，嘛是为日语翻过来。对。啊，即摆有较新诶名词啦吼，伫咧英文是讲 animation 吼，就是华语讲诶动画。我知影讲有一寡人会甲放假讲做 anime 吼，啊，这嘛是为英文翻去日文，日文甲翻来台语安尼，嘿。啊，毋过我个人是较惯势讲放假啦，因为放假都包括讲你伫电视看到诶所谓诶卡通，还是讲你以前咧看迄红仔册迄款诶。哦，对。啊，所以你以前敢有看过啥物，互你印象足深诶放假无？哆啦 A 梦。我会记得哆啦 A 梦较早敢若是叫做小叮当对无？佫较早是叫做机器鸟小叮当。是哦。对，嘿，这我嘛捌看过，真正是自细汉看到大汉，到即摆佫咧演呢。有啊，甲即阵也有咧。啊，毋是讲迄个作者敢有换人，还是拢共一个啊？这我都无去研究啊。呢我毋知呢。哟，啊，过来是迄个一休和尚。一休尚，你嘛有看这哦？有啊。迄个小和尚足巧诶。嘿。足好看。伊有一出主题曲有无？唱诶。你要来唱哦？买好啊，我只用袂记讲迄个片要安怎迄个。大概若是有趣味，家己去网络抄出来，拢找会着。你咧？你敢捌看过啥物款诶放假？除了你拄则讲诶迄两个放假，我佫有看过蜡笔小新啊，不利用信奖。不利用信奖。对。毋过我感觉这个放假敢若是毋是要互囡仔看诶呢？因为这个囡仔实在是足真诶，我感觉。这误会囡仔尔呢？对，你爱脱裤，要偌蛇，看起来就矮腰诶。而是讲我看诶时阵，我已经是大汉啊，我已经大人啊，所以我咧看诶时阵感觉讲，这个囡仔实在就给笑诶。就看到迄个水查囡仔就脱裤烂。对，都无爱穿裤，是安怎？这敢是一种病。佫有一个就是樱桃丸啊，七比马路口酱。七比马路口酱。这你应该有看过啦吼。有七比就是这个樱桃。毋是。啊？七比是
细粒仔囝诶物件。啊，马鲁口是丸仔呢？对啊，细粒丸仔。啊，在市面马鲁口倒一字有讲着樱桃。无。啊，哪会叫做樱桃丸仔？迄樱桃可能是伫咧伊诶面两粒红红伫咧伊诶迄个喙皮遐。哦。我伫以为我毋知。啊，就差不多即两出啦，因为这出诶时间敢若无差偌济，所以我迄当阵拢捌看过。啊，毋过即马嘛是看会着啦，在电视顶悬。会啊，嘛是也会当看。好，过来我阁讲两出啦吼，一出是忍者哈特利忍者诶故事。啊，伊即个哈特利吼，甲哆啦 A 梦有小可要讲，伊诶男主角啊有忍者咧甲伊斗相共。你像伫哆啦 A 梦就是大雄有即个哆啦 A 梦咧甲斗骹手，性质吼小可要讲。哦，即个漫画我是毋捌看过，啊，毋过你讲诶迄个忍者迄个型啊，我差不多知影。啊，上尾一个是即个海绵宝宝。哦 ，SpongeBob， 这是美国诶漫画。伊听伊讲即个海绵宝宝毋是要互囡仔看诶吼。毋是啊，因为迄个 SpongeBob 伤戆啊，囡仔逐工咧看伊迄个漫画，可能嘛会变戆。是安尼哦，因为我真足去看即出漫画。对，因为咱伫看即出漫画诶时阵，咱拢已经是大人啊，所以你就感觉就好笑安尼。啊，毋过若是囡仔人看这哦，想要逐工看迄款吼，上好是买啦，因为捌听过讲。有人认为SpongeBob 就是一个无啥巧诶角色哦，啊，就囡仔人可能看着啥就会去学嘛吼，所以若是伤细汉诶囡仔，还是莫互伊看这较好啦。哦，算讲会有样看样就对啦。啊，这就甲拄则咱讲诶迄信奖共款啊，逐工那么吞苦难，安尼就无好啊。对。所以咱会使讲。信奖甲 SpongeBob， 咱会使甲伊当做是互大人看诶漫画安尼。哦 ，OK。其实我感觉像咱即个岁数哦，虽然讲咱拢已经算大人啊，啊，毋过当然是大人。对。啊，毋过咱若你看这个漫画，这嘛毋是幼稚诶代志呢。毋是啊，因为即马真侪漫画拢是大人囡仔会使做伙看，啊是讲有诶漫画真正是较适合大人看诶。对啊。好，煞要甲大家讲吼，有即个台语版诶漫画吼，我囡仔捌看过一出，叫做《花田少年术》。看过，是你介绍互我看诶，真正好看。只是讲奇怪诶，规出戏内底啊，是拢讲台语无毋对，我是讲翻译啦吼，咱台湾诶漫画内底伊有台语版本。啊，为虾米花田一路这名伊爱用华语来念啊？因为因妈妈总是会叫伊啊，吼，其他诶人嘛是会叫伊诶名诶时阵，拢讲一路啊，吼，对啊，是安怎拢会伊诶名会叫华语，啊，毋过其他诶人无呢，譬如讲。有迄个吉川阿嬷，吼，一开始有头一集有出现诶，吼，啊，搁有一路诶姐姐竹子，大家嘛是用台语甲叫，啊，搁有啥？搁有迄个一路诶朋友叫做状态。哦，状态对。因老爸叫做大罗龙。啊，因阿公叫做德罗龙。啊，妈妈咧？啊，妈妈叫做手机啊。哦。对啊，所以我是较无理解讲是安怎干那主角伊诶名是用华语。这咱都毋知影啦，咱若无倒去共解说。好。啊，毋过花田一路即出漫画吼，真推荐大家去看啊，不离啊趣味啦吼。即出嘛足久啊呢，是毋是有20年啊？应该有哦，是无去斟酌甲查伊诶迄个时间啦吼，啊，毋过应该嘛足久啊。对，啊，我有注意到，就是伊内底伫讲台语诶时阵，毋是亲像咱即马诶8点档安尼硬翻诶，啊是真正用不离啊水开诶台语伫配音诶，我感觉袂歹。对，伊拄则有讲过迄个樱桃丸啊，吼。这我嘛有看过。这有做台语版诶。即马敢若电视阁有伫播吼，公司嘛，吼。哦，应该有哦。啊，过来吼，两出较新诶吼，
嘛是对即个日本来的，咱台湾用台语做配音。头一出是即个派对卡孔明。拍你比国语美，袂啥会晓念。这你敢看过啊？我毋捌看过，也毋捌看过。我是真期待看台语版的啦，因为日本版的我看过啊。我感觉迄个故事是 OK 无问题，我主要是想要听因安怎甲伊翻译做台语，所以我嘛是真期待会当看到台语版的。是讲这出是毋是敢若伫公司台语台捌做过啊？敢若是呢，毋过因为像咱无法度讲固定时间伫咧电视头前咧看电视嘛。所以我感觉讲，若有一寡较好诶戏出啦吼，希望讲这电视台当甲伊放起来网络遮，有大家看。是啊，要付钱嘛，无要紧，我愿意。对啊，无你讲要去倒位看遮诶戏出，对啊。是啊。另外一出咧？另外一出就是即个叫做《Spy Family》。我知，这嘛是今年才开始有诶。我会记得伊诶华语是翻做《间谍加加酒》，我是毋知影是安怎要安尼翻啦吼。间谍加加酒，你若是用华语来翻做台语，间谍就是间谍，对吧？加加酒是毋是办公伙啊？对。间谍办公伙啊！你看伊诶英文啊，伊是讲 Spy Family， 咱直接叫伊间谍家庭，安尼毋是佫较好？因为即出我毋捌看过，所以较无度理解讲伊即个戏剧诶名安怎好名。对，因为即出实在是新诶，我嘛毋捌看过。毋过我有伫咧网络顶悬看过，就是可能10秒，还是讲20秒伊个安尼。我是感觉敢若袂歹看啦。安尼若是有趣味诶朋友会使去看电视哦，台语版诶。好。佫有一出吼，伊真特别，应该是电影啦。是魔法阿嬷，这你敢看过？我捌看过。我是感觉这个故事啊，就是真台湾吼。故事本身我是无啥物问题，我嘛感觉好看，因为即出戏嘛，即出漫画嘛是差不多20多年哦。20多年有哦。对啊，你有观察到一个小小的细节无？细节。即出漫画电影是20多年前就在演啊。伊内底有一个现象，就是甲咱即马共款。伊是讲即个时代无咧教囡仔讲台语吼。对啊，因为迄几出戏内底敢若阿嬷伫咧讲台语，可能厝边头尾斗一两句台语尔。主角迄个囡仔叫啥物名？袂记啊。豆豆，对，迄个豆豆就是自头到尾拢无咧讲台语。对。毋过阿嬷伫咧甲伊讲台语诶时阵，伊是加减听有诶，毋过伊就是无讲。因为我伫看即出戏诶时阵，我都有伫咧等讲一开始豆豆去找阿嬷诶时阵，无咧讲台语无要紧，毋过一定甲阿嬷住一段时间到尾一句台语拢无讲呢。感觉足可惜诶，可能迄当阵诶编剧无去想到遮诶细节啦。毋过我即马看起来，就是有一点伫咧反映咱现处时诶社会现象，就是时代无咧甲时势咧讲无语。这咱毋知啦吼，这敢是编剧调工要甲即个现象写出来，就是讲你像即个豆豆甲伊诶老爸老母吼，拢生活伫咧都市。你咧倒遮拢讲即个华语，转来甲庄骹，阿嬷嘛是讲台语。而且阿嬷嘛会配合，袂晓讲台语诶孙仔伫咧讲华语呢。对。只是讲可能几句尔啦，无全部啦。对啊，所以这嘛是一种足奇怪啦诶现象啦吼。就是讲较早吼，咱台湾伫咧去用禁止讲台语诶迄个年代内面，伫咧学校伫咧公共场所袂使讲台语。毋过囡仔若转去到厝诶吼，甲是大人讲话拢是讲台语。即马更较害是，你伫外口讲华语，转来到厝你嘛讲华语。时代佫配合囡仔讲华语。一个语言诶死去就是安尼来啊。对啊，所以
这咱爱去反省的一件代志啊。到底是我现在会晓讲的孙讲台语的外药，还是袂晓讲华语的阿嬷硬要甲孙讲华语较外药？我想要甲我的感觉分享互大家听。我的认为是讲，咱的话语一直去互妖魔化，一直讲咱的台湾话真爽啦，莫讲台湾话啦，对袂着潮流啦，即款等等的这个健康话，我感觉这就是地书即句的囡仔无咧讲台语啦，缘故就是安尼来啊。无这个囡仔也捌经过禁止讲台语的时代啊。是安怎因颠倒是上袂晓讲台语的一个世代，咱这就大家去思考啦，吼。思考一下，别人咱是无法度去要求啦，毋过上无会使为家己开始做。我即马都逐工讲，三不时都听台语，互家己伫咧一个台语的环境，讲较白，就是伫咧台湾，你只要目睭一擘开，耳仔一拍开。啥物拢是华语华文，你毋免惊讲你的华语华文的对人袂着，颠倒是咱的母语，即马伫要消失无去啊，咱都爱好好家救转来。咱今仔日即集讨论的主题就是电视剧，毋管是华语、台语，还是讲漫画，即马安尼开讲一下，就感觉讲敢若个转去以前迄款时代啊，嘿。安尼我永远要来看，真正歹计较，我台语真好。好，安尼感谢大家收听，咱后礼拜空中再会，拜拜。拜拜。